金钟食品公司九龙仔红茶着用过期的原料，哪像个头家有效日期，全台湾21个县市的产品拢总爱落价。美国威斯康辛一间教会学校发生枪杀案，2死6伤，凶手是日的15岁女学生，嘛已经自杀死亡。缅甸内战加上当局阻挡外界物资，就千万人有路无厝，而且开始欠粮食，已经有未少人要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来看这营建署去年是去防野出官商勾结，迄当阵的道路工程组长张志明是涉嫌收厂商乌西7500多万，也若是科长詹家兴是接受厂商甲伊安排陪酒甲性交替。这监察院今日是全票通过单核送庭改法院。路上有收贿吗？还是有接受招待吗？去年互检方带回约谈询问了后，互人羁押禁见。伊是原营建署道路工程组长张志明，另外一个用伞甲家己包起来是科长詹家兴，两个人涉嫌阿户厂商得标清济竞标案，互人起诉。即马监察院嘛通过单核。监察院12月7日通过单核案文指出，张志明涉嫌收厂商的乌西加无正当利益7500万，佮有泄露秘密甲婚外情。詹家兴共款接受厂商有查某人陪酒的餐会加性服务招待，严重损害政府补助加采购事务公平，以及公务人员的名声情况严重。所以13位监察委员全部通过单核，专案移送电改法院审理。张姓被告身为营建署组长，长期收受厂商贿赂，贪生毒色，严重损害政府补助及采购事务之公平性。饭后毫无悔意，建请法院判决应执行有期徒刑25年，并宣告褫夺公权。检方已经对张志明求刑25年，因为专案乌西范围包括推动提升道路品质计划等3大项营建署负责的前瞻计划案，预算总额度超过409亿。张志明透过哪位李天才办公室执行长张天良做白手套，收厂商的现金加招待，包括替饲查某买车，互人讲是最近上贪心的公务人员。对于单核案，已经为营建署改制的国土管理署表示，暂时无法度对外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指控技术台北上海双城论坛今日起稿，是由2边的副市长电视开幕。上海市的副市长花园是宣布要推动和上海居民来台湾旅游。原来是台北市长蒋万安是甲两岸的领导人发声，讲是爱加挂对话，减挂对立。欢迎2位副市长以及各位长官。台北上海双城论坛17日江华酒店举行，这届论坛主题是智慧治理影响未来。伫考虑对等甲尊严，主论坛由双方副市长致辞正式开幕。两岸同胞啊，从来都是一家人，我们常来常往，越走越近，越走越亲。上海方面将积极推动上海居民赴台团队游，旅游路线一定会包含台北市。只要对台北市或是全台湾各地整体观光产业的发展，能够带动商业的活络、消费刺激，我想我们都乐见。伫台北市甲上海市府秘书长进行市政交流专题演讲了后，市长蒋万安则出来见证推设智慧医疗、小鸟型物种交流甲保育2项 MOU 签署，佮发表决议致辞，延续去年双城好两花好的主题，也应用今年的情势，提出两花互动的基础。蒋万安佮以民选市长的身份，公开对中国呼吁：和平之路尽管曲折，但值得我们负重前行。我认为要多一点对话，少一点对峙；多一点和平的橄榄枝，少一点冲突的酸葡萄；多一点渔船灯火的点缀夕阳，少一点船舰飞机的喧嚣呼啸。不过，强军也是持续交代，国防部早起发布到17早起6点的24点钟内，拢总查到10只强机，其中4台飞过海峡中线，也有7只强舰持续伫台海周边活动。金华酒店的门口透早原来有组织抗议，也有支持的团体互相伫对呛，也有独派人士穿维尼装，想要走入去会场抗议，引起动乱。花园一行人中昼伫军业饭店举行答谢宴，下晡上海访团嘛前往大巨蛋参访，搁伫尾仔嘛坐飞机离开。记者综合报道。
捌摕到真侪种的食品公司九龙斋，是去封查着用过期的原料做麻叶汤，也有咸酸甜，甚至搁那像是有偷改有效日期。这九龙斋下游厂商是全台湾拢有，即阵嘛爱甲所有的产品拢总落价，而且伫咧田地进前是袂当搁做嘛袂当卖。毋过九龙斋头家接受访问的时阵，是讲迄寡过期的原料是要销毁的，只不过是还袂送走尔。伊嘛讲因绝对无偷改有效日期。现场的组长都爱封存，这是九龙斋公司的生产区，互卫生人员发现过期的产品甲原料。一个枸杞膏过期5年，建州的葡萄、芳蜜柑仔过期1年到2年。业者机使用过期的原料生产梅仔汤、咸酸甜等等的细小啊，涉嫌改掉效期、犯刑法甲刑法伪造文书等罪嫌，互检方令20万交保，限制出海甲出境。无法提出回收及库存之逾期产品任何销毁记录，且迄今业者仍无法提出各产品制令及投料记录，难以厘清产品之安全性。去到九龙斋伫前镇区的2大厂房，拢是关甲目睭睭。公司的车后壁阁有因的产品。附近厝边表示，业者卫生环境无好，不过负责人是花园网，强调要甲过期的物件做产品卖互下游的厂商。因为东西多了，慢慢的丢弃啊，有时候一忙就把它存在那边，那不叫过期，那个是没有在销售的商品。九龙斋捌摕到出奖行业金奖，甲消费者满意金品奖。不过公司作业环境无符合卫生规范，产品甲原料也无完整的来源，互卫生局要求暂停作业，甲停止卖物件到年底，通知全台湾21个县市，甲所有的产品落价。加工食品包括我们的蜜饯，只要过期化件直接丢弃，不要吃。因为其实我们过期的蜜饯容易受到环境中的微生物的污染。专家提醒讲，若食到过期的咸酸甜，恐惊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记者去到三凤中街、卖场等等的通道，已经无看到九龙斋的产品。业者强调无违法，会照法律的手段来保卫因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太平一间国校啊，这是家长是指控学校棒球队的教练竟然是甲学生性侵，这上细汉的受害者才2年啊！而且家长阁质疑讲，这个教练是伫咧2012年的时阵就有前科，伫咧19年的时阵，算哪会当阁去学校做教练？根据目前的通报的资料，这受害者上无已经有31个人。受害者的家长讲到，家己囡仔入去国小的棒球队，说互教练性侵，看囡仔身心受伤害，家长也真艰苦。我把孩子送到学校的环境，但是学校的单位却不能保护我的孩子。家长指控讲，台中太平一间国小的棒球队教练，当期对囡仔性侵，甚至甲因翕影片，造成囡仔身心受创伤。受害者上细汉只有2年尔。这件代志一直到今年10月，有学生甲家长反映才逼出来。也即期这名教练伫2011年就已经有强制猥亵罪前科，2019年率来国小做教练，这期学校有过失。那为什么学校会聘请一个有前科的人来当教练？他10月份才发生，一发生马上就停聘，马上就减掉就进来，所以发生的同时，学校就第一时间就做处理。家长表示，这名教练伫学校教5年，今年搁再要求球队的学生爱住宿舍，这受害者可能会搁较济。也因为前任校长伫今年8月已经调职，新来校长就表示，事件伫今年的10月底逼出来了后，有继续伫咧做性平调查。这名教练也伫11月放改聘，目前已经放收押了。小孩子也很服从这位教练，虚于权威，不敢说出来。好，所以这之前的时间是没有孩子有反映到这一块。那个系统目前那时候并没有注记这位教练是不适任的名单在这上面。那到了110年的时候，这个系统汇入了法务部的相关的系统。市政府表示，除了检警介入侦办，也要求学校扩大调查，确认敢也有学生受害，也启动相关的身心辅导机制。记者综合报道。后一日的美国总统 Trump 是明年1月就要就任，伊是当选了后，昨头一届开记者会。除了这两体银行的执行长孙正义是宣布要投出1000亿的美金，这 Trump 嘛伫咧记者会当中讲到真侪伊未来施政的方向。
亲像咱先来看到这国际冲突的部分，这中东迄边是要求哈马斯就爱伫咧明年1月20之前，甲所有的人质拢放出来。也若是已经战灭3年乌克兰甲罗西亚战争，顶日啊，这现任的总统拜登是批准乌克兰会当用美国提供的飞弹来帮罗西亚本土。不过，这 Trump 是批评讲，安尼即时害和平谈判哪来哪困难，所以讲是真有可能会废掉这项决议。也若是咱来看到这美中的关系 ，Trump 是犹原决定有可能会甲中国的产品扣重税，而且嘛考虑讲敢要禁止用 TikTok。不过，伊嘛反倒转来强调讲，中国是会当甲美国做伙解决全世界问题。徛伫管理治疗头的川普边仔，软体银行集团执行长孙正义清楚表示，恭贺川普搁再选赢，互伊决定增加投资美国。I'm now excited to commit this $100 billion and 100,000 jobs into the United States. 软体银行即届投资的主要项目是人工智慧，也甲其他相关的新兴科技方面。投资计划包含未来4个年度，也就是川普即个任期来完成。CNBC 财经新闻网的报道指出，软体银行已经投资研发 ChatGPT 的 OpenAI 公司，金额差不多15亿美金，这也包含伫1000亿的投资计划内底。啊，毋过现场的记者搁较关心一寡重大的国际政治议题，像川普为选举前就一直讲，就任了后要随促成罗西亚甲乌克兰停战，甚至和谈。拜登政府进前同意乌克兰用美国製飛彈攻擊羅西亞本土，啊，毋過川普對這件代志真無認同。I see that as more difficult. I don't think they should have allowed missiles to be shot 200 miles into Russia. I think that was a bad thing. Too many people being killed. That is a war that's too many people. Got to make a deal. And Putin has to make a deal too. 另外，就是中东的战局，叙利亚互人无疑俄政府这样紧倒台。川普对这件代志表示，这都爱靠中东地区的友邦。Nobody knows what's going to happen with Syria, but I think Turkey is going to hold the key to Syria. Actually. 若是美中关系，川普阁讲，所讲的公平贸易主张用扣关税来平衡贸易逆差。媒体伫报道，川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华府出席川普的就职典礼。川普表示，伊乐意接待，啊，毋过毋知影习近平可能无要参加。中国外交部嘛表示无真了解，颠倒搁再声明反对美国提高关税，甲中国拍贸易战。公司新闻4家人编译。接落来看美国社会消息，当地校园是又搁传出枪杀案，有一个15岁女学生是一个威斯康辛一间教会学校开枪，弹死一个同学、一个老师，另外还阁有6个人受伤，而且这凶手本人是已经自杀死亡。目前这警方也在查伊的犯案动机。威斯康辛州府麦迪逊一间私立教会学校，当地时间16早起11点传出枪声，一个小学2年学生囡仔随报案，警方驾救护车赶到现场支援。They arrived to find multiple people suffering from gunshot wounds. 3 people, including the shooter, are dead. The shooter has now been identified as 15-year-old Natalie Rupnow,who went by the name Samantha. 警方初步调查发现，这件枪击案的凶手是这间学校一个15岁的女学生，伊拍死一个学生甲一个老师了后用枪自杀，另外还有6个人受伤，其中2个人有性命危险。警方伫现场找到一支底枪，啊那嫌犯的亲人当地配合调查。这间教会学校为幼儿园到高中差不多有400学生囡仔，因为后礼拜耶诞假期就要开始放假，这个时阵发生这种危险的代志，引起家长的惊吓，赶紧来学校甲囡仔接转厝。不过校园枪击案一再发生，也互家长真生气佮艰苦。This is sad. We always heard on the news all over the place, but we didn't think one day that can happen to us here at ALCS. This is so tragic and heartbreaking. 今年以来，美国已经发生322件校园枪击案，这是为1966年以来校园枪击案数量第2多的一年。值得注意的是，犯下校园枪击的女性学生囡仔真罕见，差不多是3%的大规模枪击事件是女性做的。目前警方当地深入追查这个女学生作案的目的。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
叙利亚政权倒台，总统落跑，这隔壁的国家以色列的军队就随走入人的国境，而且以色列昨日阁通过一项计划，是要扩大开发伊两国之间的戈兰高地。这个土地本来是叙利亚的，不过以色列是已经共占去过了10年啊。这阵以色列是按算扩大开发，增加因的人口。也那是叙利亚前总统阿塞德是因为逃出境去互美甲变过，不过伊昨是头一刻发表声明，强调家己本地无按算要离开，是罗西亚要求伊走的。以色列15一直通过戈兰高地人口发展计划，打算伫以色列甲叙利亚之间的戈兰高地加速吞滚，要互这以色列人口增加1倍。总理纳坦雅胡阁强调，必须要完全解除来自叙利亚的威胁。כדי להבטיח שמה שהיה לא יהיה יותר, אנחנו נקטנו בשורה של פעולות עצימות בימים האחרונים. יחד עם שר הביטחון כץ, אני הנחיתי את צה"ל לסכל את האיומים הפוטנציאליים מסוריה ולמנוע השתלטות של גורמי טרור סמוך לגבולנו. 戈兰高地伫以色列甲叙利亚之间，原底是叙利亚的国土，毋过互以色列单方面占领，并且宣布并吞。两国伫1974年签约同意，戈兰由联合国伊核部队来驻守，做两国之间的缓冲。目前大约有3万名以色列人，阁有24000名，大部分是叙利亚籍的阿拉伯人，德罗氏族。毋过以色列一直想要屯垦戈兰高地，想要透过人口增加来造成以色列人定居的事实，来宣称因有戈兰。早就伫阿塞德倒台的2天之前，以色列就放出影片，显示以色列已经驶入去戈兰高地军事缓冲区。我开批评这是利用局势混乱，占叙利亚便宜。أنا في فرح عظيم أشعر أني في ساحة باريس لكن يبقى الفرح ناقصا إسرائيل هاجمت قرى الجولان وهي تعمل على تطهير عرقي في ذلك المكان لاحتلال قطعة من الأرض السورية يبدو أنهم استسهلوا الاحتلال في فلسطين وفي الجولان وفي لبنان 另外一方面，前叙利亚的总统阿塞德倒台了后，规家伙仔逃到罗西亚接受庇护。伊昨总算出声，伫社群媒体 Telegram 头一届发声。阿塞德表示，伊并不是一开始就计划要离开叙利亚，是要先撤离到军港的城市拉塔基亚，打算继续对付叛军。落尾是罗西亚要求伊赶紧撤离，伊才唔甘愿的离开。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缅甸因为内战，因的境内受9000万人有落无厝，而且因的当局阁阻挡救援组织甲粮食甲物资送入去，所以讲，这个本身就有咧生产稻米的国家，即阵竟然是咧欠食食。这诺开邦这个所在情形是上介严重，因为这款社会状况，今年倒去孟加拉的罗兴亚人是已经清关到7万人，逃出去的人讲，当地已经有袂少人活活要死。拉回去一口罩最近拄对缅甸倒去孟加拉，会当好好啊伫真老的难民营内底煮饭食物件，已经是因最近上大的福气。讲到进前腰肌失当，伊的目屎都淋落来。另外一个拄到孟加拉罗兴亚的难民表示，伊搁较凄惨，因敢若会当食树籽甲树叶来止腰。indila hoya gasar fata ta hay hizerin la bay fonde hande sande fonde bustu janna hoyerin la guru raki washitre she bodin 10-15 din la washa sala hono no wa jahana la mutahalla la washa din la guna ratun sala hoje 曼娜讲，伊的厝边2岁到4岁囡仔因为食野外树叶，引发出血的落屎来死去。过当天，因的老母也破病过身。缅甸若开邦最近因为反抗军甲政府军的冲突变严重。 爆发饥荒的危机，致使罗兴亚人自2017年以来，搁再大阵的逃出来。今年以来，逃到孟加拉人数已经冲到5成，来到7万人。根据世界粮食计划署11月初的数据，缅甸全国1/4的人口，大约1440万人，受到欠粮食的威胁。军方政变上台了后，内战愈来愈猛，好真侪人有路无厝，加上极端的气候甲做大水，互产米的所在人民竟然食袂饱。 I mean, right now is a situation in Myanmar where farmers should be harvesting their crops to feed the country, to feed the country's economy, and instead there are more than 3.5 million people displaced, fearing for their lives. So the food crisis now is severe.
人权团体表示，缅甸的军政府在内战失去优势情形之下，决定封锁内部欠粮食的消息，不准国际救援组织送粮食、医疗物资，也不准因收集相关的数据，这也让饥荒的问题更加恶化。原来缅甸的外交部长是对联合国的官员宣称讲，并无发生粮食安全危机。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这几年有不少经典的漫画人物，因的版权已经到期，民间会当自由运用。亲像头一代欧贝、Mickey Mouse 甲小熊维尼，就拢已经解禁。虽讲是已经有制作公司甲因拍做恐怖片，也若是明年1月7日开始，大力水手普派甲比利时作家创作的角色记者丁丁，因的版权嘛到期，就会开放予正人使用，嘛会当改编甲创作。不过，爱特别注意的是，这版权解禁的，敢若是这个角色本身，因后续台剧情也有特色，并无包含在内。咱举例来讲，大力水手爱食培灵这项特色，有原受版权限制，但是欧北影是有可能的违法。Oh, I'm Popeye the Sailor Man. I'm Popeye the Sailor Man. 大力水手破派只要伫关键的时阵找到培灵菜食落去，就会变甲真有力。而且伊的女朋友奥利维遇到麻烦大社化救命，破派总是会当即时英雄救美。一个美国经典的漫画人物一现身，就会配合大家拢真熟悉的歌曲，是真侪囡仔大细的快乐记忆。对2025年1月7日开始，破派会进入美国公众领域，包括伫1929年头一届出现的经典漫画角色《丁丁历险记》的主角丁丁也同款。Ce Tintin dans les rues de Chicago, avec son pistolet, c'est le côté vraiment aventurier. 丁丁由比利时的漫画作者埃尔吉创作，也是欧洲20世纪期间上受欢迎的漫画人物之一。这两个角色会乘做美国公有领域的智慧财产，要改编也创作，免过经过版权所有人的许可或者是纳相关的费用。破派的创作人是来自美国伊利诺伊的漫画作者希加。大力水手漫画一出版随大清，甚至伫当地出现食培灵菜的热潮。不过，甲去年进入公共领域的米鸟鼠，佮有2022年的小熊维尼同款，敢若上开始的版本会当免钱使用。也若予破坏真强的力量的培灵菜，并不是一开始就出现。破坏食培灵菜的这个特色，可能会引发法律的争议。公司新闻吴文良编译。世界经典的文学作品《小王子》，迄当时作者本人家己保存的手稿。11月底是以125万美金拍卖出去，这内底是包含作者的创作过程，有真侪亲笔的草稿甲收证的记录。这故事当中经典的名言，重要的物件，敢若用心才看会清楚这句话。头一届互作者写出来，嘛是伫咧这份手稿顶头，咱做伙来看。已经拢黄记纸顶头有草绘、草图加修正的分量。这是世界有名的《小王子》这本书，已经知影3份拍离稿内面，由作者圣修伯利家己保留的唯一的一份。今年这份正罕见的拍离稿，和英国伦敦一间珍宝专卖店买去。按算伫11月底开幕的阿布达比艺术博览会题赛卖，已经花到125万美金。This one is the one which he very clearly kept and was working on and adding his corrections and doodles in the margins and in the cover, and so it's unlike the other two, which were given to people. This one he very clearly kept, and it was his own working copy of the typescript. So that's what makes it extra special. 小王子这本书已经翻译超过250种语言。故事是讲，来自外星球的金头毛的小王子，甲一个伫咧沙漠内面拄到的飞行员，讲起生在旅行的代志。伫即马现存的2份拍离稿，分别是法国国家图书馆甲德州大学收藏，有亲笔签名的手稿是伫咧纽约。自相讲，即马要提出来卖的法文拍离稿，伊方面是黑色的。是作者流亡美国期间伫咧纽约写的，也是《小王子》这本书第一遍用纸的形式出现。In the typewritten version, he's still playing with this idea of, what's important is that which you cannot see. And for years he was actually sort of turning this phrase over and over in his head, backwards and forwards. But it's only in this copy of
the TypeScript that he finally makes the breakthrough and writes out with his hand on the voix bien qu'avec le cœur. 伫即马被提出来卖拍里果内面，除了有200元数的鉛筆的草图，一個要被删除的幾落大字，同時也有一張法國空軍制服的支票，有可能是上部首例自紐約登去戰場進前所買。自相強調，這種頂級的成本伫國際市場正罕見，普通的手稿也正罕的賣超過100萬美金。這份拍里果將會甲法國文化部頒予作者的護照，最終提出來賣。有可能會予博物館或者是阿拉伯嘅私人收藏家買去。公司新聞牛眼編輯。感謝您收看今日的新聞世界通，我是蘇眉，咱明仔載同一個時間再會。